牢，开始传牢。好，出现。好，咱直接来开始吼。1633年10月12日，啊，我去听我昨进前一遍念的吼。歹势哦，我实在念到爱困去啊！我家己拢毋知甲你念啥。啊，其实顶回念的吼，就是10月11日是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讲一关，因去拄着应该是风台啦吼，虽然10月啊，拄着暴风可能是风台，啊，所以一关就阵停去，出足侪代志就对啦，天灾啦吼。啊，伊讲因为天灾的关系，伊讲伫西那因就是安尼吼，天灾啊，你会做官的吼，就即个乌西帽啊，就抵袂掉吼。所以一关就是因为安尼去用背官的款吼，拔关啦吼，去用处罚。这是10月11日的内容吼，啊，我家己读甲毋知你读啥吼，迄遮重要的即个信息我家己无读出来啊。迄个荷兰人甲你讲啊，即足加载阮无去因迄遐吼，就是一关因停船的迄个所在，因退去什物东山湾嘛吼，所以迄个暴风较无遐尼严重啊，一关就真悲惨嘛吼，船沉去吼。好。啊，咱来继续来看10月11日吼，所以看起来即个战事安尼是，佫是靠天气来拍赢吼。好，10月11日早起呢，率领舰队北平出航，到咧海上吼，到海上就开始恬静无风，直到讲爱返转来即个停泊的即个老所在，伫咧约下晡3点钟又搁停到迄个所在，迄个可能是讲迄个老所在吼。我毋知即老所在啥物所在，我读甲已经毋知去啊吼。哦，所以荷兰人决议讲，明仔载要派洋客船，即只船有一个名叫做New Chambly 号，New Chambly 号要早批出航前往台湾。我明仔载要派一只船送批转去台湾吼。10月13日，我的网络问题款。好，10月13日去为舰队来储水吼，就是大家需要用水嘛吼。今仔日又搁有海贼的差不多7、8只大船对南方来增援吼，来応援啦吼。沿岸船长 Claus James 吼，坐洋客船 New Chambly 就咱讲迄只船吼，要识别出航前往台湾。10月14日，因为10月11日讲的迄一关的船就侪拢停去嘛，我相信战事到遮应该是差不多结束啊啦吼。10月14日有东南风，天气良好。又搁率领全部舰队用旁出航，哦，倒头念。按照9月28日的决议，要上北前往漳州号，或者是前往金门的西南角下方的所在吼。即个下方是下方啦吼，毋是傍晚吼。舰队出航了后，来到水深差不多15深的良好停船的好所在吼。东山的角湾伫阮的西边，规暗大部分拢无风。这是10月14日。10月15日，咱来差不多即嘛是来看讲战后因的处理的情形啦吼。因看来拢无建树吼。10月15日。天光了后，阮起程出航，渐路往东航往海上。差不多中昼的时阵，有微弱的西南风。阮转势渐路往东北。傍岸航行，就是沿即个海岸咧航行啦吼。伫咧日头要落去的时阵，看到迄个傍空哦，有一粒岛叫做
洞丘之岛啦吼，崩坑有一个崩坑的岛啦吼，讲白话就是安尼吼。讲迄个有崩坑的岛，伫阮的东北方差不多4海里的所在，知毋知啥物岛吼？我嘛袂记啊吼。今仔日天气良好，10月16日。你若听我念甲足有精神的，表示我就足有精神的。听我念甲细心，我就念甲爱困去啊。希望今仔日袂啦吼，因为我即几工即个 weekend 安尼，时间有小可超较晚困安尼。10月16日，早起时无风，看见迄个有崩坑的岛。上午，长官阁下召开大会，商讨要安怎来对付河船甲敌人的攻击吼，以及看下搁你继续要战就对啦吼，以及如何来识别迄寡海贼的船含阮的敌船。因为一寡海贼要含伊练兵嘛吼。迄个海贼叫做叫啥物乡我都袂记啊，一个姓啥，姓老吼，老乡还是啥物乡吼？对。老乡。要含伊合兵嘛吼，所以要安怎分别海贼的船含因的敌人的船？敌人就是明朝的官员吼，一官因啦吼，并且讨论讲是毋是应该爱将迄只本国个3日决议要派往台湾的迄只快艇 Braden 号，含阮所留落来前强即个已经伤过约又搁伤过分散的舰队吼，就是讨论讲是毋是要甲迄只船本来要派去台湾的迄只船要甲留落来，互因的因的舰队会当变较兵力较强一丝啦吼。对于安尼上述的大会决议。是安尼吼，阮要率领全部的舰队前往辽乐湾，或者是至少前往金门的西南角。若无法度到迄个所在，就要先去漳州河迄个渔村遐吼，的北岸，就是阮停船的老所在吼，漳州河迄个渔村的北岸。渔村我看嘛，下底注较写啥，就是烈屿啦吼，今仔日叫做小金门吼，烈屿的北岸。歹势吼，我毋知影历史伫倒位，我学一下地理的吼，看一下地图。烈屿小金门，你若伫金门做兵的，应该就较熟啦吼，我是无啦。即只电脑真正是老啊，问题一堆。足慢的，金门伫遮吼，烈屿，金门就伫咧厦门市的东边啦吼，外海东边。烈屿嘛算一粒金门立业伫咧金门含厦门中间的一粒岛啦吼。其实烈屿无讲介细粒岛吼，我那算一粒大粒岛啊吼。烈屿小金门啊吼，人讲小金门，就是即只吼。好，来讲咱搁继续看因大会决议如下吼。是安尼决议讲，阮要率领全部的舰队前往辽乐湾，或者是至少去金门西南角吼。西南角就是金门西边甲即个厦门业的即个所在吼。西南角就是金门一支骨头嘛，西边有骨头的剖两剖嘛，顶头一个角，下底一个角，用西南角遮若无法度到迄个所在，就要去漳州河迄个渔村的北岸，就是阮停船的老所在遐吼。属伫海贼的新仔人用客船吼，每一只
拢要伫个大棚的顶头飘挂一面有白色的公司标志的蓝色旗，啥物哦？可能是讲公司的标志是白色啦，啊，对是蓝色的旗啦吼。安尼就会当公司的标志，大家知无？是 VOC 吼。你若看过迄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即个旗吼，就是顶头就是 VOC。我搁会荷兰东印度公司，你若有兴趣，你去查荷兰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区印度 TOU。伊基别科吼，会当应该我印象中敢若遐会当看到 VOC 的旗仔啦吼。就是即马荷兰的国旗吼，红，伊是荷兰的国旗伊是三纸环拍摊环的三纸吼，顶头一纸是红色，中一纸是白色，下底一纸是蓝色，红白蓝吼，这是荷兰即马的国旗嘛吼。啊 ，VOC 的旗仔就是伫即个国旗的中遐用字母写 VOC 三字，但是伊 VOC 毋是 VOC 是一个 V 字啊 O 含 C 挂伫个即个 V 的即个两个即个斜的即两条线顶头吼 VOC， 这就是 VOC 的旗仔吼，小认捌一下。就是以后你伫个电影顶，还是讲伫电影，主要是电影顶，你若还是动画顶头，你若看到即个旗来，就知影讲这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捌来台湾统治过的吼，即面旗仔。好，伊讲海贼会当喺即个大棚的上顶头挂一面有白色的公司标志的蓝色的旗吼，我毋知这是要哪违反吼。安尼就会当充分对阮的敌群内底来分别出来吼，就是看啥物是敌人的，啥物是和阮合并的吼。迄只快艇 Bradham 号要暂时含蓝队老做伙和阮斗阵吼，伊佫决议讲，关于着海贼所请求，爱阮去派3、4只快艇含因的兵力斗阵去厦门的后面吼，去伫踮咧厦门的后壁吼，伊官伫遐已经准备真强大的兵力伫遐，趁着伊官的新兵也佫真衰弱的时阵，要去消灭因的即个代志吼。这是海贼请求的啦，讲拜托派3、4只船来和阮合并来去，甲伊官即个后壁迄个新兵一寡，拢甲因消灭掉安尼吼。因为几啊原因，所以即道呢，阮着礼貌来婉拒吼，就是礼貌来无答应因请求啦吼，甲死脱啦吼。等到以后有较好机会再来讲，即当阵。透东北风有强烈的顶碰风，下晡3点钟起定，风力愈来愈强，得需要驶入去河里吼，因为海面风影伤大嘛，驶入去河里。伫个差不多夜间1点钟来到迄个渔村附近的厦门沿岸停泊，风力强烈而且持续，一直透大风啦。阮还伫海上的时阵，看见 Texel 和 Zeebrugge 号这两只船吼，荷兰的船，伫咧后面。因此呢，阮怀疑讲，因是毋是会当驶入去即个河呢吼？因为伤远惊因驶袂入来吼。好，咱继续看3月17日。黎明看见快艇 Zeebrugge 停伫即个河呢大胆岛的上南角，但是看袂到迄只 Texel 号。你又讲是毋是伊袂当驶入去即个河呢？吼，所以前往定海迄边去啊，吼，定海后壁。
阮看见下门头前有差不多25只到30只舰船，其中有5、6只大舰船，其他是中型的舰船，拢已经用旁停伫遐，看着因出动，那敢若随时就要来明日来攻击阮。这是所以这是可能是伊官的船吼。因此呢，长官阁下随时下令升起一个红旗，并且准备听候因。迄当阵中调吼，海水淹起来，要驶入去下门是有危险，是有危险的吼。有几只迄寡将客船伫迄个港岛来去你行你驶吼，看起来是你鼓舞士气吼，鼓励士气，但是一直拢保持含伫咧阮的大炮，迄个大炮弹袂到的迄个远远的所在吼。迄时阮对海菜车知影讲，伊赶含伊的舰队停伫咧下门的内港，伊赶含伊舰队停伫下门的内港，伊的兵力根据海菜讲吼，差不多有20只大船含30只细只舰船吼，20只大舰船，30只小舰船。到中昼开始海水开始退，阮起定尽力前往烈士，就是小金门，或者是早角。早角是啥物所在？烈士的海湾下角。即个音毋知啥物今仔日啥物所在？伊讲可能是今仔日小金门的湖下湖下吼湖下。地图搁伫我看会着诶。烈士湖下，无呢？烈士无地图无飘啦，所以我毋知影是伫倒位吼。在即个湖下伫倒位？好，咱转来第几只？因为开始海水开始退，阮就起定尽力前往烈士或者是早角即个所在。伫咧日头要落去，大约差不多2点钟。不是，伫咧日头落去了后2点钟，日头落去了后2点钟，趁着海水上低的时阵吼，就是低潮的时阵，抵达该处，停伫咧水深5深的所在，海底是刷一个即个所在。好，咱继续看3月18日。天光以前2点钟，长官阁下派遣翻译员约翰，坐一只海贼的洋客船前往定海，去看快艇 Texas 号是毋是伫遐。然后找到迄只快艇，就要指挥官 Costa 转告长官阁下的话讲，请伊爱遵照命令，就亲像伊阁下也真清楚，就是迄只快艇若是已经飘散吼。就是下面算四散去吼，就会造成公司真大的不利。因此，爱尽量较紧前来了落完含阮斗阵吼。天光的时，看见金门的北角停泊有40只到50只大细的洋客船。海水淹起来涨潮消退，安尼就是退潮嘛。是写啥呢？退潮以后，阮就起定，尽力前往了落湾。朝东北方有顶旁风，入暝了后，停伫咧金门西南角附近水深5深的所在，海底刷一个所在吼。伫咧暝时，翻译员约翰对定海转来。报告讲，伫遐找袂着快艇 Texas 号，可能去了 Texas
爬或者是登山，text 爬是啥物爬我都毋知吼，伊无注脚嘛无写。讲无伫顶海应该是登山啦吼。我记得登山是伫咧南边吼，顶海是毋是我那伫南边啊？登山是伫遮。佛塔港、登山、顶海伫倒位呢？我查一下吼，歹势。TIN 第7声，顶毋是第3声，海 HAI 第2声，顶海，顶海市哦，CHI 第7声。顶海福建好啦 ，HOKKIAN。奇怪，无找无顶有顶海小学校啦，无顶海即个行政单位，奇怪，即嘛无啊吼。好，约着知影即个所在就好吼。厦门南边吼，顶海啊，搁南边是东山湾吼。就是伫咧厦门甲即个东山湾中啦吼，是顶海。好，咱转来第2只10月19日。约伫咧中昼，趁着半中调的时阵，佮再度用旁前往辽乐湾，伫咧暝时2点钟抵达该处，半暝啊吼，已经透早2点钟啊吼。伫咧最清四深海底沙质的所在来停船。今仔日有一个住伫咧台湾的新仔人，叫做Jack Swan。早一场由新仔国家舰队的21个队长签名的批信来，批里对阮非常的愤怒、辱骂吼，批里用错干辣椒的吼，写歹听话吼。安怎写呢？讲，咱来看吼，狗哪会当倒伫咧国王的枕头顶吼？讲有即种话？为虾米阮想要来对因的国家夺取甜蜜？若是阮要光明正大来和伊交战，就入来漳州好呢？因会来伫真侪先大官的面头前来和阮应战，因为伫海上和阮交战，大官看袂着，因嘛得袂着应该有的公营，因非常以因的力量为骄傲啦吼，非常炫耀他们的力量吼，算认为因家己真武力真强嘛吼，真臭屁啦吼，随便吹牛，讲因一定会胜利吼，真臭屁讲因一定会赢吼，求上帝赐胜利互阮吼。求上帝赐阮迄个成功啦吼，用来荣耀伊的性命，互阮的繁荣昌盛，冠过迄寡无信奸诈国民。上述Jack Swan是9工前对，就是送批来即个人啦，迄个新仔人叫做Jack Swan，是9工前对台湾出航。伊讲，迄只飘走的快艇阿森多夫号已经转到台湾。停伫咧热兰遮城堡头前的港内，又搁讲，为虾米即个送批的人是对台湾来啊？哦，伊是住伫咧台湾的新仔人，但是，好，
OK， 无重要，反正就是伊炸一张批来骂荷兰人就对了吼。伊佫讲，我方的人已经甲迄只船的阿森德夫号的船的货物拢甲落来吼，并且甲船修理好。为虾米伊会来处地？伊讲为虾米伊会来遮送批啦？伊讲是意外前来吼，因为伊的小只用客船被一寡人抢去吼，劫持，即嘛去派来炸一张批来阮遮吼，毋是家己爱来啦吼，意思就是安尼，不得已的。10月20日，时间是10点过1分。海贼去陆上掠来20只到25只牛，阮甲即寡牛分配互舰队各只船，用来代替平常你食的肉甲肥肉。伫咧中昼的时阵，长官阁下率领差不多70-80人上岸去侦查吼。敌人的兵力可能守伫咧啥物所在，发现因停伫咧排头的下面吼，估计差不多是有100只用客船吼，透东北风，有顶旁风。毋知用客船含即个舰船的即个舰力比例差不多是偌济吼？看到舰船敢若足恐怖啊！用客船数量足济安尼，用客船是数量取胜就对啦。好，10月21日。长官阁下到舰队的每一只船顶去下令讲，每一只船要应该安怎列队布阵，才会当得到优势，并且互河船的危险减到上细的程度，互阮会当更较勇敢来挺候敌人，相机取胜，等待机会来取得胜利吼。要暗暝时阵，长官阁下命令2个副大工，就是舵手吼，副舵手、副大工，阁坐一只海贼的细只用客船，带着长官阁下写互指挥官科斯特的批，前往南澳，一直到好望角遐，一直到好望角中间的迄个西那沿岸所有的港湾去找迄只快艇特色号。因暗暝派一只用客船炸批去台湾，命令迄只已经到台湾的阿森德夫号前来处理，叫阿森德夫驶来厦门即边就对啦，并且为舰队炸一寡私用品来，也要通知迄边的朋友，伫啥物所在会当找着阮，继续咧找东北风。这是10月22日吼，10月22日。看起是搁要准备要搁另外一张舰岛的款吼，伫咧10月21看起来吼，就是长官阁下去鼓舞士气嘛吼，每一只船拢去啊，而且派出因家己的大工去找迄个毋知走去倒位的即个特色号，甲伫台湾的另外一只阿森多夫湾要甲调过来吼。10月22。10月22日长啊吼，咱来看发生啥物代志。天光以前，差不多15分钟，看见廖罗湾上外海迄个角湾有2-3只用客船出来，阮放哨的龙客船吼，放哨的应该是咱咧徛卫兵的啦吼。你头前你顾的即个用客船。按照命令发炮3响，作为信号。阮随时准备出战。迄当阵，天光，结集的全部西那国家舰队出现咯，分做2队，兵力差不多是140到150只用客船，其中有50只特别大舰船吼。我看一下注脚是安怎写这舰船，讲这是船的种类叫做 Old Boy 吼，翻译就是舰船吼。其中50只特别大的舰船，其他拢是坚固的中型甲小型的用客船。
对中有一堆运航过来，运驶过来，因拢极力要去抢占阮的上风吼顶头风风头啦，因要去占风头就对了吼。即个代志，因对顶头对顶面即个所在无法度达成了吼。即第一队军队就射去我阮后面的所在，要去射过半个岸边吼。而其他的船只就留伫阮即个风头的所在，踮哪里海。伫咧迄第一军队抵达岸边以后，有几只快艇接客，随着对下面搁上起来，搁驶起来。因看起来是配备有相当的大炮甲士兵，士气旺盛，跃跃欲试，就是大家拢准备要好好建一场，大家拢真有元气，精神真好。互阮确信讲，因拢是要作战用的即个用客船，毋是掠去用的吼。阮伫咧上帝帮助之下，拍算要来拍败即阵讲白贼的人。即时因分别运挖过来，有3只同齐同一个时阵，甲阮的快艇 Brookhaven 号甲交调的，其中一只对因家己的人来讲，毫无考虑的立刻点火燃烧起来吼。其中一只对因家己的人连想都无想，随点火甲烧起来吼，像迄寡放杀家己性命的人安尼，疯狂激烈，轰弹暴怒吼，暴怒对大炮步枪甲火焰拢一点仔都无惊吓，随时甲迄只快艇的船尾甲烧起来吼。虽然讲迄只快艇就是迄只 Brookhaven 号叫交掉迄只快艇，虽然讲迄只快艇抑阁对船头用步枪、火器拼性命咧抵抗，但是已经完全无希望来摆脱因的即个攻击嘛吼。所以无久了后，根据所当看到情形，迄只快艇家己就引爆迄个火药，甲规个船尾拢炸离去吼。随着沉入去海里啊，所以真紧，即只船就安尼沉落海里啊。停泊伫咧较靠近岸边的快艇 Sloterdijk 号，这是另外一只快艇的情形。伊互4只因上大的用客船甲交调的，并且被因着即个希腊兵拢跳入去船里，跳入即个快艇 Sloterdijk 号，有两便甲迄寡希腊人拍出船外，但是最后也是去互迄个煞只跳入来的人人数真多，而且希腊人所击破，而被因夺去，应该是即只船叫因抢去啊吼。快艇 Waringen 号是拼性命要往港外航驶出去，因为伊去互真侪大舰船追赶。迄寡大舰船显然是决定要来交调，伊来放火甲烧掉。另外一只是快艇库克号，真算顺风，和真侪希腊舰船交战，四周围拢向包围，甲阮都看袂着，讲迄只根本看袂着即只库克号吼，因为拢叫迄希腊船包起来啊。最后经过真侪勇敢的抵抗了后，根据所当看见情形是完全无希望吼，来行开啊，距离阮愈来愈远，就愈驶愈远啦吼。阮所顺领的 Bradham 号、Blaiswick 号、Zeebrugge 号、Waringen 号和 Sam 号费尽气力吼，摆脱迄寡非常多即个好船，往外面逃走。因为现在发现真实的情形是，因全部的舰队拢准备乘做好船，毋是要来交锋作战，颠倒是要来交掉阮的船，就放火烧掉吼。显然是配备精良上好的即个大舰船。若是一交掉阮的船，就放火烧起来吼。伫咧个转瞬之间，就一点仔久，火焰就规个
规足烧甲足严诶啦吼，互人足惊吓诶，足严诶吼。实在互人难以置信吼，无法度相信讲遮紧就甲好遮准烧掉吼。来到海上搁较远诶所在，阮看见快艇库克号愈来愈远离阮，愈来愈远离因啦吼。拄则讲即个库克号吼规阵希腊船包起来吼。阮袂当确实知影讲迄是发生啥物代志，反正伫遐阮小可停留了后，转旁顺流，决定随时要航往台湾，无爱搁停留落去吼。算战败啊吼，大家要选啊吼。随后啦吼，要派遣快艇3号去全力帮助快艇库克号，并且要去找找迄只一直找无迄只叫做 Texas 号，要向因来追究讲阮不幸遭难的责任吼。因应该要受到上帝的责备，就是拢无来斗相共，毋知走去倒位吼。此外，因就要同齐航往港南，伫遐听候长官阁下进一步命令。同时，指挥官 Coster 会当运用 Texas 号顶头的28,000里尔资金开始进行贸易。而阮为着无爱搁偏航落去，偏航是应该是西歪抓去吼。为着要确实航往迄个对平湖航行去吼。爱继续前往该处，因为有感伊曾经受到强烈北风的个损害，即马又搁受到即场战败，即个战术的失败吼。阮的力量已经衰微到本季伫咧西南沿海拢无可能有任何的作为咯吼。荷兰人拍败吼，而且家己承认啊，已经是战败。车东北北风。尖路指往东南甲东南东方，因为风力真强，真恶，升起第2站迄个风棚，一个四角形的棚吼。下晡看见廖罗湾北边的岛，伫阮的西北方差不多6海里的所在。要暗暝的时阵，迄只容克船叫做 Clan-Woman 号，因为强风无法度继续航行。伫咧航来阮遮的时阵。迄个大舵绳吼，大的即个锁啊，看嘛伊个注卡，讲是对船壳啊下面连接容克船的带含船头的即个锁啊吼，指去，所以冰船咯吼，讲迄只容克船冰船，费袂少，费真大功夫才救起来9个荷兰人和3个希腊人，有9个荷兰人和几啊。迄个希腊人淹死咯吼，所以荷兰人淹死一半。伫咧日头落去的时阵，阮甲第2站即个风棚，就是方形的棚吼，甲收起来，继续前进。前路指往东南方，战败吼，走去平湖，这是10月22日。10月23日，黎明时看见渔翁岛的西南角，伫咧阮的东南方。约伫咧8点钟的时阵，就趁早起时阵的即个海水啦吼，淹起来。伫咧中昼的时阵来进入海湾，伫遐停伫咧七층沙底的所在，决定要派几只细只船去载地舱的物件，但是因为风力太强，无法度过桨的划桨吼，只好听候天气适当的时阵再去装载。同时通知每一个人，明仔载天光以前2点钟，若是天气符合，爱准备好横渡海峡前往台湾，要落跑啊啦吼！明仔载10月24。因为东北风真强，所以必须要等到明仔载再搁讲。住伫咧厝地，本来今仔日要落跑，搁讲爱搁等吼，因为风太透。住伫咧厝地渔夫表现真优秀，并且主动运一寡因所掠到的即个鱼来船顶来送互阮。长官阁下因此受到感动，来
应因的要求，应因的请求，互因一份书面命令，禁止任何经过偏误的阮的甲帮船或者是用客船，不得对即寡散车的渔夫有任何暴力或者是敌意的表现，必须爱互因毫无阻碍来掠鱼，并且爱亲切来对待因，这是偏误的渔夫吼。今仔日嘛派一阵士兵上岸去侦查，伫咧处队官员的舰船可能会停伫咧啥物所在，但是因转来报告讲无发现特别的情况，只敢若看到伫咧碉堡附近有6、7门荷兰大炮。这是10月24、10月25。早起快艇 Texas 号哦，即只号，即只 Texas 号吼失踪的即只出现啊吼，对西南沿海抵达处队来到平湖。迄只船伫本国个16日错过进入漳州号，错过进入漳州号，啥物意思是无入去就对啦吼。一直到昨昏拢停留伫个经济湾和定海一带，对遐对海菜遐听到悲惨不幸的消息啦吼。Texas 号无看到库克号，也无看到 Sam 号，因此你又讲伫个会当处理好库克号的代志以前 ，Sam 号已经越过定海湾，因此来含即个 Texas 号两个相错失去吼。今仔日处置一批地层软啦吼。要用来地床的，游玩有强烈的北风。10月26日，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召集大会决议，要派遣去港南甲暹罗的船，爱互因延前到阮抵达台湾以后才出航吼。以便会看是毋是会当对快艇阿森多夫号会当得到帮赞，并且决议只载着大炮和地层软的快艇 Blaiswick 号和 Warrington 号，明仔早起爱趁着早条早起的即个海潮前往苗湾前往苗湾是伫倒位啊？遵照总督阁下的命令去苗湾，可能是马经湾啦吼，平湖啦吼，我哩有。遵照总督阁下的命令去扛迄寡大炮，并且遵照命令留伫咧遐，一直到11月8日来听候 Delft 号。若是讲想要派几只快艇去西南沿海引开对日本前来的甲帮船之事。因为北风强烈，继续吹来，无法度去签证一关的上风，无法度去占风头的所在吼，所以会使派去迄只快艇，或者是迄寡快艇遭遇真大的危险，因此作罢。本来讲要去派只船去引开对日本来的甲帮船嘛吼，所以作罢。这是10月26日，10月27日，咱继续看吼。因为风浪足透，所以因拢无法度转台湾。天气开始平稳落来吼，阮来起定出航，前路指引东南东方，来到外海，游玩有强风，因此真恶操作阮的第2站的即个风帆吼，风帆四方形的帆吼。天光以前2点钟，看见农夫的切窗，这是啥物意思啊？农夫的切窗是啥？是指萧人附近的一个丘陵吼，一个细粒山头。根据杨新富研究讲，迄个山头应该是指北头杨小山，是啥物所在？萧人是迄个台南嘛吼，我去读萧人啦。因为我进前伫北部
南部教会史，有一本南部教会史，伊是白话字写的嘛吼。我记得是敢若是读做小人，印象无啥深啊，歹势。但是迄当阵看才知影讲，哦，原来即个音我去真正拢读毋着去。看白话字才知影，我即个汉字地名是读毋着去。好，天光2点钟以前，看见伫个台南的迄个农夫的切窗，就是小人啦吼。伫个约伫个28日的下晡，这是27个日子啦吼，但是写到28日的下晡去吼。俄罗上帝讲，该动快艇 Braden 和 Z-Birch 和顺利抵达台湾的北平沙洲区的下面的所在，就是因已经迄个吼舰宣转来台湾啦吼。10月29日、30日，天气良好，透北风甲东北北风，无用对快艇特色号和 Z-Birch 号来落雨。31日，天气甲风悠远像昨昏。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召开秘密议会。我看了Marina，等下我会甲你留话吼，要甲你请教一寡代志。好，10月31日，天气和风像昨昏。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召开秘密议会，决议讲对伫要中国再度发动战争之事，有鉴于我方目前力量薄弱。所以暂时延缓，并且决议讲快艇特色号要前往暹罗，Z-Birch号要前往江南做交易。一旦准备就绪，即行出航。此外，决定将我拄则是家己黑白念啊，准备就绪即个序我查一下吼，因为讲头书嘛。所以你有是毋是讲，就是读即个书理？干一点。好 ，SU 第7声吼，读书吼，无读毋着去。一旦准备就绪，就是准备好啊，即行出航吼，就是因即要派去暹罗、泰国甲即个江南做生理的船吼。此外，决定要将要先等待倒期内会当对西那来的消息，看迄寡西那官员会安怎讲，然后阮才来考虑对策，因为任何用船只、批线或者是其他方法派人去因遐，拢会互因。搁较骄傲起来，尾水翘起来吼，因为欠赢嘛吼。尤其是有真侪西那人，你又讲无偌久就会收到一官或者是其他大官传来的消息。好，10月31日看了吼，10月结束啊，10点24分，咱继续读。11月1日天气袂歹。有强烈的北风，下晡有4只土野啥物件？土野是海贼老乡的结拜兄弟吼，叫做刀野啦吼，我咧摇啦吼，我这个当作白话字读吼。下晡有4只刀野手下的海贼船来到咱台湾，因以早航运的舰队同齐伫个西南沿海优先到阵吼，大家到阵了真好势。过几工，还会较侪因的船只要来即个所在，要来台湾吼。11月3日，无值得记载的事，游园伫个快艇 Braden 号、Texas 号和 Z-Birch 号里落一寡台湾所需要的物件吼，你落好啦吼。今仔日听到几响炮声，又讲是快艇 Brewer 7号用大炮发射。11月4日，天光以前，指挥官 Coster 和 Bruin 按照顶一道决议，要带领几个目工以及
64个士兵前往快艇 Bruin 7号遐。你以为讲迄只快艇可能是遭受野人或者是居民的攻击？在迄个5日，有东北北方今仔日无用修理迄寡严重损害小船。在迄个6日，天气在迄个6日早起天气真好，但是有大雾。要倒的时阵天气好天啦吼，有西北北风。在迄个7日，快艇特色号出航前往暹罗，载现款3000里尔要去维美，然后继续前往巴达米亚。风甲天气含昨昏相像。在迄个8日，长官普特马斯国下函议会决议，有感伊快艇，就是因为快艇 Bruin 7号。根据代表的报告讲，已经破裂，讲这船已经破裂，并且全部的船壳拢陷入去山里有7-8尺深，已经无法度对迄个山里甲挖出来吼。就算讲对山里甲挖会出来嘛，无法度杀过水深之间有5尺的即个滨海地带，因此决定讲，一旦快艇威灵顿号和 Braithwaite 号对偏湖转来，就要随时就要甲即只快艇 Bruin 7号顶头物件甲落来，为着免遭受居民的攻击或者是其他的意外，会甲迄只快艇甲放好烧掉，并且决议讲，即句话吼，我咧用是我较早所学到的吼，就讲因的船顶的物件要紧甲落落来，免去互居民攻击。为虾米？因为尤其是生仔人伫咧住伫即海边啊吼，足爱去抢船。你看迄船吼，靠浅吼，还是讲因为去互暴风拍去吼，啊，拢会迄个住伫海边啊，拢去抢船顶的物件，对啦，随去抢，无客气啦吼。迄当阵的即个因的习惯就是安尼啦吼。所以因拍算讲物件要紧落落去了后，惊叫迄遐居民攻击，或者是发生其他什么意外，迄只船要紧甲烧掉吼。并且决议讲，李宝超要载着现款51147，搁减半里尔，要开动另外一只容客船前往港南，伫遐要经由上级商务员阿伯拉罕戴卡，要买黄金甲锡吼。关系到依照港南国王特劳留斯所要求吼，根据因的理由吼，要求阮和平离开江北友岛，一个岛叫做江北友，我看下，是越南东海岸的占城岛啦，即嘛叫占城岛，伫咧岘港附近吼。岘港其实啥？大南港吼。讲即个港南啊，要求讲阮和平离开即个江北友岛和恩西亚岛湾，恩西亚岛个湾是啥物啥？不详，毋知影即啥物所在。法律咧要求荷兰人爱离开啦吼，离开即两个所在。详情请参阅该会议记录。伊无讲结论吼，伫就是有即代志，并且决议指挥官 Costa 已经任期届满，将坐上述李宝超出航去担任伫咧占巴沿岸巡役的迄寡快艇库克号和3号，以及以后为着即个目的派去遐的船只的指挥官甲舰长，又搁决议讲，阮将要含是哪生意人、含湾、含纽库订定含旧年相像的契约，
要含伊拍溃药啦吼，含即个新仔生理人拍溃药吼，以便伫医师公司尽量顾伫搁较侪落皮吼，就是拍这溃药是要互公司会当卖着搁较侪落啊皮啦吼，并且要试要去掠几个满头人吼，并且决议因为几个理由，所以要派300个白人加上一寡新港人和小人去攻打金沙岛。金沙岛是啥物所在？我讲啊，就是小琉球啦吼。金沙岛就小琉球吼。小琉球就是恁大家即马所知，台湾东六甲伫个屏东外海迄个小琉球吼。较早叫做金沙岛吼。对该岛的描述是参阅另外一个1633年的报告。我袂记得即当阵金沙岛是毋是有互拍过吼？因为金沙岛本来原住民去互荷兰人灭族去吼。好，咱转来第七只。所以伊即马你看，因为根据几啊理由要派300个白人加上一寡新港人甲小人要去攻打金沙岛吼。几啊理由吼，你看伊无讲理由啦吼，理由是啥物？我根据我看迄个小说内底写也是讲，因为金沙岛的顶头原住民杀死一寡荷兰人吼，所以要去报仇就对啦吼。所以即个战术足重要，就是毋是讲足重要，即个战术其实足悲惨的，就是金沙岛去互灭族吼。咱到时若看会到伊会记载即个代志吼。今仔日快艇威廉根号和布莱斯维克号对快平湖抵达处地，风甲天气犹原像昨昏。迄篇小说，我是搁甲各位介绍一下吼。迄篇小说是吴中祥所写的吼。胡长松吴中祥所写的叫做《金色岛屿之歌》吼，就是你讲即个金沙岛去互灭族的即道即个故事吼。你若有兴趣，再去找来看。我是伫个即个简way出版的即个叫啥物啊？雷美清所编的即个台语现代小说选内底看到的吼。今仔日快艇威廉根号和布莱斯维克号对平湖抵达处地，风甲天气像昨昏。好，今仔日读煞11月8日吼。战事结束啊，荷兰人拍败了吼。但是因要去攻打金沙岛吼，即个有一个一条线伫遮，咱以后应该会当看到。看一下芭比有甲咱做啥物笔记无？看下。Eric 甲点名讲你芭比今仔日无认真。好，小人吼，无人芭比你有知吼，是叫做小人嘛吼。所以我真正读毋对去。好，金沙岛是拉美岛啦吼。OK， 拉美岛芭比有写拉美岛事件，恁家己再点下去看嘛，伊基表课有写。好，安尼今仔日到遮要关房 ，Marina 我等下再甲你请教者吼，因为我打算要来，可能以后逐礼拜来读一下即个时间简述啦吼，我再甲你请教者吼。好，安尼到遮关房，感谢各位。多谢friend，多谢大家。好，再会啊！即摆咱关房，我顶头去互即个人甲我好关房，因为我有一个迄信息甲我炸掉的啦，无要紧，我即摆等我找着。好，关房，再会。拜拜。拜拜。Marina， 歹势，甲你请教者吼，我若要你敢知影有倒位当找着迄个时间简史的即个网络顶的即个文本？Marina， 歹势，甲你请教者吼，我若要你敢知影有倒位当找着迄个时间简史的即个网络顶的即个文本？